問候 greetings。你好，你好嗎？我很好，我好好。早上好，早晨。晚上好，晚安。老師你好，同學你好。你好，你叫什麼名字？你好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。對不起，對唔住。沒關係，唔緊要。謝謝，多謝。不用客氣，唔使客氣。再見，拜拜。